我才反省，直到極清醒。雜貨鋪商品一日孤清，大眾別出聲，別碰螺絲釘，咪講東講西咁亂噏嘢。全人類實太窮到跳褲穿窿，人人在食谷種，錢財全部失蹤，盲目地被感動，其實欠缺溝通，行為上極空洞，評論並沒有用。玩兩餐似一場比賽，你我得交關生活悲哀。商鋪執笠，街道更改，賣二手商品都是應該，計價就不想，就似勤工獎，留在講消費使用誇張。全人類實太窮到跳褲穿窿，人人在食谷種，錢財全部失蹤，麻木地被感動，其實欠缺溝通，行為上極空洞，評論並沒有用。玩兩餐似一場比賽，你我得交關生活悲哀。全是夾公仔，亂咁夾公仔，壓抑